大家好，喺睇片之前，歡迎先訂閱、讚好、留言及分享。上次嚟食9個9乳鴿，睇到宵夜時段，點心、小食、甜品、火鍋自助做緊98同128，今晚就嚟試下。自助攞飛等候入座，仲未夠鐘入座，影下外賣部，各式燒味價錢。兩餸飯，學生優惠，加餸。再睇睇海鮮池，除咗魚、鮑魚、蝦、象拔蚌、龍蝦都有2種。8點半準時入座，自己煲水沖茶，同埋湯底加水。雖然提供咗火鍋配料點餐紙，其實最終都係用枱號嘅 QR code 直接落單。有6款湯底，其中4款自由配搭鴛鴦鍋。右邊有6款點心、5款小食同2款甜品。右下角仲有收費配料，128全包任飲任食，98唔包酒水同雪糕，但有半價優惠及零收加1。雪糕貴，一眼睇晒。飲品貴，除咗汽水同一般放題飲品，仲有多款啤酒、黑啤。仲有支裝啤酒。醬料區，除咗基本嘅辣椒醬、麻醬、指天椒、蔥花同生熟蒜，火鍋自助時段入座率有80%。菌皇竹笙鍋，竹笙好大條，都係乾菌。配料陸續送嚟，海蝦丸、雪場蟹柳、芝士腸、午餐肉。未開始湯底已經要加水，湯底鹹到一個極點，唔知係唔係因為預製湯包。最回本嘅港島蠔，點咗半隻雞做湯底，先食下小食同點心。韭菜豬紅味道正常。手拍青瓜爽脆，醬汁非常好味。金沙炸魚皮暖暖地，似係酒樓自己炸。鹹蛋黃味唔太出，味道一般。山竹牛肉球比較細粒同乾身，冇跟結汁，肉質比較實，似係鬆肉粉落少咗。七味豆腐新鮮炸，好熱，好好味。平時嚟稻香食飯，我哋都會點。火鍋配料已經熟咗，芝士腸比較大條，正常味道。雪場蟹柳久煮不爛，爽鮮甜。蝦丸爽彈，非常好味。
大部分配料已經上枱，羊肉片、豚肉、牛肉、海蝦、脆丸片、港島蠔、墨魚仔，仲有2條紅鮮魷。火腿午餐肉，味道似長城牌，好好味。今晚遠雷餐肉蟹棒，質素都非常好，唔會粉。除咗金沙炸魚皮，仲有火鍋用嘅炸魚皮。蟹子燒賣一籠3隻，有鮮蝦同豬肉餡，調味適中，好味。肥牛，鮮聯冇渣，脆竹卷響鈴，已經返咗潮。最入面嗰層已經咬唔到，要 backlist 佢。廣島蠔已經熟咗，點咗醬汁都食到有腥味，又比較細隻。食蝦啦！新鮮鮮甜爽彈，可以 encore。素毛肚嫩滑鮮牛肉，沙白蜆肉厚鮮甜又冇沙，鍋邊嘅魚腐肉嫩似海綿又鮮甜，比米線店招牌魚腐更好味。墨魚仔比較淡味，紅鮮魷會比較鮮甜好味。脆丸魚片肉質比較硬，但冇泥味。食得七七八八，係時候食雪條。好耐冇食過果汁七彩冰冰，又返童年回憶。食飽啦，又係時候總結下。菌皇竹笙鍋湯底，我淨係記得係超級鹹。點心同小食都有一定嘅水準，點幾多俾幾多，完全冇漏單。只係奇怪，傳菜員每次送食材嚟都大聲叫，食得晒先好叫。我反而覺得有少少反感。丸類食材都係中上材料，買手功勞唔少，尤其係棉花狀嘅魚腐。今晚嘅海鮮都新鮮，以128連加1，食材質素絕對可以接受，而且冇漏單，非常意外同開心。侍應服務一般，
稻香一貫作風冇執碟，更加唔會換骨碟。自助醬料區尚算乾淨。雪糕款式簡單，飲品種類非常多，除咗罐裝啤酒，仲有支裝。因為太飽，全台都冇叫到甜品。今晚我哋揀咗128蚊一位，零收茶錢，每位15蚊再加1，人均消費145。今集嘅內容已經嚟到尾聲，多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